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英叶牧师。12月12日，圣诞欢乐颂，应景应心的指望。尼希米记9章20到38节。今天 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句记载在9章29节。你警告他们要遵守你的法律，但他们狂傲，不听你的命令。他们明知遵守你的法律是引到生命的路，他们还是硬着脖子顽梗地拒绝听从。神爱世人，世人却不爱神，总爱人手所造的公仔。玩具总动员里面的玩具巴斯光年来到了这个家庭之后，让胡迪这个玩具失宠。胡迪为了要赶走巴斯，却反而让其他的玩具们唾弃。之后他们意外的跟巴斯一起陷入致命的危机，两个冤家的冒险之旅也因此展开。巴斯原来深信自己是要拯救地球的太空奇景，但后来他发现自己只是个玩具，于是陷入了沮丧。当巴斯万念俱灰时，亲爱弟兄姐妹，人喜欢这些公仔，是因为自以为看到这些剧情就会有指望跟盼望，或许一时之间会被激起，会被鼓励，但实情呢，真的就像这巴士一样，原来以为自己可以拯救地球，原来我们以为这些公仔可以拯救我们的人生，但其实不是。我们的人生，神其实有一条路，是透过圣诞节，有一位神的爱子要降生，透过玛利亚这一位相信的女子，这一位愿意尊主为大的女子，她要生一个儿子，名字叫耶稣，因为她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而这一切事情成就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当我们完全信靠上帝，不单只是听他所说的话，而是我们要相信，也就是我们要活出，我们要信靠。信靠以后去做出来，凭着信心我们就往前，往这困难，往这我们所做错的，我们愿意去认错而愿意回转吗？今天的经文继续着昨天，叙述着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过去怎么领受神的灵。20节一开始说，你赐下粮上的灵指导他们，你为他们玛纳，又给他们水喝，在旷野40年，你供给他们所需的一切，他们的衣服从未穿破，他们的脚没有肿痛，你还使他们征服了各国，你赐给他们子孙多得像天上的星星一样，他们还占领了迦南地。你的子民夺取了防御的坚固的城，肥沃的土地，装满了财宝的房子，挖好的水井，橄榄树、果树和葡萄园，他们尽情地吃，身体长胖，大大享受你所赐的一切美物。到26节有一个反责，但是你的子民背叛你，不顺从你，他们不理你的法律，他们杀了劝他们弃绝归正的先知，他们一次又一次的侮辱你，你就把他们交在压迫他们的敌人手中。他们遭难时向你呼求，你从天上垂听他们，你大有怜悯，给他们领袖，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。他们得了安宁之后，又在你面前犯罪，
你就让仇敌再次征服他们。但当他们悔改再向你求救时，你在天上听了，又大又怜悯，一次又一次的拯救他们。你警告他们要遵守你的法律，但他们狂傲，不听你的命令。他们明知遵守你的法律是引导生命的路，他们还是硬着脖子顽梗的拒绝听从。你年年忍受警告他们，你感动先知向他们说话，你的子民却聋了耳朵，因此你叫邻国的人来征服他们。31节，神的怜悯再次说，虽然如此，你的怜悯浩大，你并没有丢弃他们，毁灭他们，因为你是有恩典怜悯的上帝。我的上帝啊，你多么伟大，你多么可畏，多么有全能，你信守你的诺言，你惩罚我们是理所当然的，你信使我们却犯罪。我们的祖先没有遵守主你的法律，你的子民曾住在你所赐的宽阔肥沃的土地，在自己的国中享受大福，但他们没有离开罪恶来侍奉你。现在我们在你所赐的土地上，在供给我们食物的肥美土地上做奴隶，这地出产归你派来管辖我们的君王，因为我们犯了罪，他们任意对待我们和我们的牲畜，我们遭受极大的灾难。我们错了，于是他们决定。我们错了，所以于是我们决定。最后说到，由于所发生这些事，我们以色列人民郑重地签了约，我们的领袖利未人和祭司都在文件上签了名，我们愿意归顺你。亲爱弟兄姐妹，看了这些经文，这些过去美好的事情，神的作为，我们有忘记吗？没有错，我们如果忘记神的作为，我们的心就会硬，我们的颈也会硬，我们不愿意回转归向神，因为我们忘记了神。我们从哪里可以知道我们忘记了神，我们的心硬了呢？可以从哪些个知道？可以，我们是不是困惑的无药可救？另外，我们的心思是不是很黑暗？我们是不是没有羞耻感？为了情欲享受而活呢？做各种不道德的事呢？是这些是神所不喜悦，是现在祸患里。犹如箴言28章14节说，心存刚硬的必陷在祸患里。如果我们只是一颗心刚硬，只有毁了我们的生活，那损坏是有限，但并不是只有这样，而是也会毁坏了我们的家庭，毁坏我们的群体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停止我们的恶，我们心需要被神再次来赦免，但前提要我们愿意认罪，我们愿意回转归向神。就像今天经文最后说，我们愿意跟神再次来立约，神愿意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，我们就一步一步跟随神，这是我们的指望。硬着心硬着脖子的指望在于神，因为神爱我们。有一次我们去到牧场，看到一个景象，就是有一个母牛把鼻子插进一个油漆的罐子，怎么样甩都甩不掉。这罐子呢，笼罩着这个母牛，不能好好的呼吸，也不能吃喝，而这母牛呢，也让
他的牛肚都陷入了险境，这是牛的严重束缚。大家手忙脚乱，后来这个兽医都来了，但这个母牛却更害怕，就逃了，带着油漆罐跑，一直跑，跑了3天2夜。每一次警卫队或者是这些想要救他的人一靠近，母牛拔腿就跑，最后只好把它限制住，逼到墙角，抛绳子把它绑住，拔掉了罐子。而这母牛才发现，原来人家是要救他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像这个被罐子套住的母牛，我们像是被套住的人。你有看过这样的人吗？营养不良的灵魂，脱水的心一定会硬，那么一定是没有办法好好生夫妻，全都因为他们把鼻子插进不该插的地方，而神愿意来帮助的时候，他们却逃跑了。好不好？让我们的心放在神手中，因为我们的神他有怜悯，可以使我们的心很像小孩子玩的那个培乐多粘土，它原来是柔软，但是没有盖好罐子，粘土就会变硬，粘土变硬，他们小小手就没办法。但我们做父母的手比较大，手指也有力气，我们可以把硬邦邦的粘土，干掉的粘土揉到软绵绵的。我们的心硬吗？我们的颈硬吗？把你的心带到神爱你的天父面前。我们离我们的心软，脖子能够软，可以转动，只有一个祷告的距离。我们生活在刚硬冷酷的世界，但我们不必以刚硬冷酷的心来生活。我们来回想一下，记不记得上次硬着心硬着脖子是什么情况？下次再发生这种情况，我会怎么回应，才能蒙上帝的喜悦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的手何其的大，何其的有力。我们的心，我们的颈就像孩子玩的这个培乐多粘土一样，一个不小心忘了把盖子盖好，没有让我们在主你的界限里，而是我们得罪你，让我们的心就硬，粘土变硬，我们真的没办法呼吸，好好生活，好好思考，好好来服侍你。恳求你的大手，有力的手，把那硬邦邦的心柔软，柔到软绵绵，可以领受神你的爱。再次恢复我们跟你的关系，跟人的关系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音乐牧师祝福您，我们的今天的心是要变成软，而且以基督的心为心，我们活出基督的新样之气。我们明天见。